屏東恆春出名的紅茶坑漁港，過去就捌發生過有轎車衝入去海裡，轉發生意外。想袂到昨下晡佫傳出一樁意外的事件。這是一口罩呢，佇咧岸邊咧看海龜，結果翁仔某兩個人相耍厝倒，險險啊跌落海裡。其中67歲姓陳的婦人人，伊個腳有去剜着。好佳在啊，警消單位有派人緊甲送病院。畫面中的查甫人骨倒，邊仔兩個人要過去關心，結果穿咖啡色衫的婦人人嘛無說伊去厝倒，家屬趕緊發其他厝內的人過來鬥相共，過落去就是海水，大家趕緊甲婦人人刷卡起來，因為婦人人無法度家己騎嘛爬袂起來，家屬就敲電話通報消防協助。看海看到底到。沒有啊，看海龜啊，說是有海龜啊。後來看到海龜了。沒有啊，沒看到。這邊有海龜哦。有啊，我今天就是有來看過啊。消防人員趕到現場，足細意甲受傷的婦人人扛起哩軟轎，雖然無生命危險，不過會當看到婦人人的腳歪歪，送病院檢查倒腳肉骨折。代志發生佇初五下晡2點外，一家伙仔到恆春紅茶坑漁港佚佗，因為漁港內底定定會當看到海龜咧游，為着挖金觀賞，67歲的婦人人和因翁驚佇迄陣上花的厝家踏着青池，兩人前後厝倒。有的來看要看海龜，最近這邊很多海龜。這個紅茶坑漁港這邊，因為它這邊有厝坪嘛。就一個斜坡，然後那個靠近水河旁邊那個有一點潮間帶啊，那個海水會滑，那個板子會滑，所以就滑倒了。附近居民講，這笪厝家因為會浸着海水，交接的所在攏會生青池，有的民眾若無注意，就會去骨倒。2019年就捌有箱仔車停無好勢，規台車9個人出去去海裡的情形。相關單位提醒，漁港厝家所在較危險，民眾唔通進入，避免發生跌倒甚至落海意外。記者柯炳哲，屏東報道。